主后2024年6月初2，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第9章11到14节。亚哈出去来到伊主人的军官遐，有一个问伊讲：敢有啥物代志？是安怎即个小的来找你？伊甲因讲：恁捌迄个人，嘛知伊会讲啥物？因讲：莫骗阮，你着甲阮讲。亚哈应讲：伊甲我讲，上主安尼讲，我选立你做以色列的王。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屐仔的顶站，互亚哈徛伫顶面。因分扫甲宣布讲：亚哈做王啦！安尼，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亚哈背叛约荷兰。约荷兰甲以色列军兵捌防守基列的拉末，因为叙利亚王哈斯攻击以色列。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台湾流反院最近伫南北两党联合变多数的操作下，用违反民主甲人权的方式通过国会改革法三读立法，过程的粗鲁、曲悬、滥权，引发数万的民众不满甲抗议。就算蓝绿政党偌尔袂合，因也毋通牺牲咱台湾国家甲整体人民幸福甲利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南北举手表决是赢，毋过真紧人民的反弹甲罢免，以及接落来的大小选举，南北政党拢爱承受一波过一波的清洗。所以人民若歹起来，会亲像青鸟。台湾蓝雀甲遮个无友善的人拔头，这是时代的潮流。咱目前的世界，主要是用中国、俄罗斯、北韩这极权独裁政权的国家联名，得甲美国做老大的民主自由国家联名做对抗。台湾也无例外，咱爱选边徛，只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搁较相信咱着倚靠上帝，徛伫上帝的真理、公义、和平、良善的迄边。因为独只有上帝才是人类历史甲世界的主。上帝的心意甲掌权，也会决定历史甲世界的走向，以及人类的发展命运。这也是咱伫今仔日在读的《列王记下卷》第9章到第10章会读到的两大重点。上帝掌权列国的命运，也毋通照着上帝的旨意甲权柄，图无家己的私欲。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亚哈受选做以色列的王。第9章第10到13节，先知以利沙交代一个学生走去基列的拉末城找亚哈，偷偷搁秘密甲伊抹油，互伊做王。不过以色列的改朝换代一直有一个暗黑的传统历史，就是暗杀甲篡位。迄时南北国联姻也联合得甲叙利亚人作战，毋过北国的约荷兰王受伤，搁破病，无材料继续作战，
必须永相保命，所以暗利王朝的气数也是上弱的时。了本身是大将军以后想要做王的野心，现在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局势，有上帝有言做王的加持，也有远离以色列王势力镇压的地利，以及众多军官同事的拥护，所以伊就宣布做王。伊最大的要务就是彻底杀死亚哈的王家，以及铲除所有甲亚哈有关的势力，然后一步一步去实行甲完成。第一段是第9章14、19、26节，以色列王约荷兰受杀害，耶和华命惊伊叛变做王的消息会走漏风声。另外一方面，伊带领一支驾驶队驶战车要去亚述列刺杀约荷兰王。当约荷兰王察觉情势不对，要逃走的时，耶和开弓射箭，探过约荷兰的心脏，伊就死。先使也迄点伫以前亚哈夫妇设计害死拿伯霸占去的葡萄园，这也应验先知以利亚早前的预言。第3段是第9章27节到29节，犹大王亚哈谢受杀害。原本犹大王亚哈谢来亚述列是探访甲慰问伊阿舅以色列王约荷兰的伤甲病，无打算拄着耶和起兵造反，射死约荷兰。亚哈谢伫逃命的路中就拍伤走到米吉多，就死伫遐。伊是亚哈王的外孙，做犹大王2年就死。伊的死也结束罪恶血溅的一生。也有可能耶和惊亚哈谢若转去南犹大国会派兵甲伊作战，所以先下手为强。第4段是第9章30节到37节，亚哈王的某亚西撇受杀死。亚哈战死以后，经过14年，上帝报应一直临到伫亚哈的家族。迄时做太后的亚西撇对窗仔看耶和甲伊讲：“你即个亲像心里刣主人的杀人凶手，减有平安。”意思也是咒诅耶和会亲像心里短命不得好死。若是耶和使弄亚西撇身躯边的3个太监，甲太后掠起来，对窗仔下落去，活活甲摔死。耶和阁使战车甲到过伊的身尸，了后亚西撇的身尸阁互野狗摕甲无人认会出来。第5段是第10章1节到11节。亚哈有大约70个子孙，分散伫撒玛利亚各地，受头人的保护甲照顾。耶和对这个监护人唱声讲：“看是因选一个亚哈的子孙出来做王，甲伊作战，也是因甲亚哈的子孙的首级交出来，表示忠诚投降。”结果亚哈的子孙拢受杀死。耶和也借刀杀人，用安尼，互遐个上支持亚哈王家的人，拢变成做是杀死亚哈王家的共犯。然后发动大屠杀，只要是甲亚哈的
家有关系的官员、朋友以及祭司，拢总抬死了了。第二段，犹大王亚哈谢亲属受抬死。第10章12节到17节。耶和伫要往撒玛利亚的路中，拄着南犹大亚哈谢的亲友团，要来探访约荷兰王的家庭。结果，因拢互耶和杀死了，总共有42人。了后，耶和拄着利家的囝约拿达，甲伊诚做战友，落去撒玛利亚城。甲甲亚哈家有关的人也杀甲无剩半个。第7段是第10章18节到31节，遐个拜巴力的人受杀害。耶和骗人民，着组织所有拜巴力神的神职人员甲信众，假意伊要比亚哈家搁较热心来服侍巴力，要举行大祭祀，骗因到巴力的宗庙穿礼服，结果甲所有伫遐咧拜巴力的人总杀，也毁庙做便所，彻底消灭巴力宗教伫以色列的根。上帝应允要互耶和的王朝子孙通做王到第4代。总是耶和并无专心遵守上主的律法，伊为着要巩固家己的王权，惊人民走去南犹大耶路撒冷敬拜，就到耶路伯安伫伯特利甲但的金牛仔，互以色列人继续陷伫拜偶像的罪。第8段是第10章32节到36节，讲到耶和的死。耶和伊在生的时，上主互以色列渐渐衰微，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全部失陷，互叙利亚王哈实占领去。耶和做王28冬，死了换伊的囝约哈斯煞接伊做王。列王记下卷第9章到第10章对咱有啥物教示呢？头一项咧讲到着天下万事有期，国照定时。传道书第3章第1节讲，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事事拢有伊的时。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时，拢真好，佮将永远即个观念下伫人的心在在。亚哈甲伊的某耶洗别会歹败坏家己佮后援子孙，上帝透过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先知对因提出警告甲咒诅。战死前有小可悔改，毋过只是互上帝延后拖慢报应的时间而定。落尾该来的审判，要闪也逃袂走，逃袂离。家族大细尽数服天。翁某因引进巴力宗教，大迫害上帝的信仰甲先知，因用上帝的名谋杀义人，约伯一家。上帝也推讨因的命，替那伯一家讨回公道。诗篇37篇第1节到第2节教咱，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因亲像草，真紧就焦去，亲像青翠会
草花连去。咱看见歹人虽然发达无成不可一世，毋过圣经教咱着安心信靠上帝，因为万事有其各照定时。期满若到，上帝的审判甲报应也的确会实现。第二，奉上帝名做歹代志，也是非善类。耶和是一个标准、稳重、认真的伪君主。伊表面上讲伊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外表看伊的所做也差不多是安尼。毋过实际上，甲遐个举替天行道大旗咧做土匪会差不多。无毋对，上帝有竞选伊要做以色列王，是爱清理亚哈家的家族。毋过伊却是假奉上帝名进行排除异己，建立独裁威权统治的杀人魔君。两记下卷第9章到第10章，差不多一直咧讲耶和伊杀死谁，搁杀死谁，搁有倒一寡人互伊杀死。最后讲到耶和家己也死。咱对看到伊是一个伪君主，除了对伊用占卜手段杀人无数、该杀的人以外，有的人敢真正有总杀的必要。另外，咱也对伊虽然彻底消灭亚王夫妇引进的法律宗派，毋过伊却也保留早前耶路伯安做金牛仔拜金牛仔的假神宗派传统，目的也是为着要防止北以色列的人民若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落尾归向南犹大的政治风险。这就是伊为着家己的利益伫考虑做代志，毋过是用奉上帝名伫做歹代志，非善类。历史上也有奉上帝名做歹代志的袂少例，亲像中古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天主教会早前卖赎罪券，德国以前的希特勒斩杀600万的犹太人，以前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也是拢用上帝的名义伫做歹代志。最近咱台湾的国会若白党假借国会改革之名，却是滥杀国权，敢毋是也是用改革之名伫做反民主、反改革的代志。当咱好好看圣经就知，日光下面并无新鲜的代志。圣神会帮助咱，互咱学习智慧，拍开属灵的目睭，看清楚世间的真真假假。第三，上帝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主。世间大多数的神明，伫人的观念中，这神明拢只是一个所在、一个地区，也是简单掌管部分功能的神。无亲像以色列上帝是全地甚至全宇宙，搁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活的上帝，也就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上帝也是万国万族万民全人类的上帝。咱对两记下卷第7章到第10章，咱读到上帝毋领管理以色列国，伊也介入伫叙利亚国顶，互哈斯取代便哈达做叙利亚王，也互耶户取代约荷兰做以色列的新国王。上帝掌管人类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的变迁甲命运。
若是安尼，既然上帝是以色列甲周围国家的主，安尼上帝减毋是今仔日的国际世界的主，是咱台湾的主，也是中国的主，也是关心你我一切的上帝。台南新南院的教授罗光熙牧师常常咧讲，上帝是万国的主。现今全世界联合国也只有200几个国家组成，这距离万国还真遥远。所以小国小民才符合圣经的假释，大一统的超级大国，并无合上帝心意。这个讲法真趣味，也值得咱思考。你我咱的上帝，只是古早时代古早人活伫圣经中间，结果是活伫教会的上帝那定是无？也是这位上帝是早伫地、现今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是你我永远搁全能的上帝咧。愿咱为上帝大发热心，是只有求上帝国家、上帝义得到实现，毋是亲像耶和假借为上帝大发热心，其实是咧暗砍家己对绝对权势的私心甲野心。世间万事有期，各照定时，时间若到，该放的也无一项摕走摕会行。咱信靠主，遵趁上帝话生活，才会当安心来见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伫阮短暂的人生，阮会当做会当把握的，其实是真有限。总是主你也听阮，互阮有到囝日来的稳定甲保护。求主你也互阮明白，世间万样事也拢有伊的期、伊的时，互阮伫所做的顶面也会当下伫信仰的规矩，互阮也为着主的国、你的义来走总拍拼，并无图谋阮家己的利益甲私心。互阮也看见主你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主，你伫过去、现在甲将来永永远远是真搁活的上帝。互阮尊你做大，互阮也会晓得伫今仔日的台湾甲世界的中间，看见主你美好奇妙的恩赐甲作为。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名，阿们。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